也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传出讲要伫中国上海成立研发中心。美国都有2个参议员认为讲，这牵涉国家安全、牵涉经济安全，要求黄玲芬要说明清楚。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玲芬5月访问台湾时阵，宣布全新的台湾总部了，但讲也将会伫咧中国上海设立全新的研发中心。The H20 band cost NVIDIA probably $5 billion. It's an unfortunate los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黄玲芬8月便讲，美国的晶片管制和辉达损失真大。也若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辉达全新的上海研发中心，就是为了要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措施。黄玲芬也伫咧4月甲上海市长访正会晤，讨论这项计划。不过，美国有2位参议员共同发出关切的信函，讲辉达的上海设施涉及正明显的国家甲经济安全议题。有必要爱详细审查，要求辉达爱提供计划完整视听加说明。这一次只是加强了在上海的研发中心的一个重视度而已，他要将辉达的晶片如何跟中国的系统业者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研发中心。专家讲，辉达伫中国地区早就有据点，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拢是研发中心。另外，亲像是香港、广州是有办公据点，是用伫咧做商业合作。不过相比较之下，台湾的总部除了研发以外，还个营运程度这块更加多功能。这个时候，它进行一个在高档的持股的调节，我觉得这也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辉达就是会看坏。另外，根据辉达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所提供的文件，计划要伫咧2025年度卖600万股的辉达股票，价值超过8亿美金。这是不是甲辉达的发展有关系，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